生蚝哥当然就是偏老练呐、老练，就是他的稳功比较老练。对啊，算是爱得起、放得下的人，不要当胆小鬼，也不要当一个失败者那种个性，所以我是会主动让对方知道。微微的让大家感受一下彼此带给所有观众朋友们的爱意，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说爱心就越来越大哈。好，来正前方，好，麻烦右。来这边，直接就来了啦！来，快点，大家不要等哦，来各自赶快抽，同时抽完我们把签筒收走，不要抢，不要打架。安心啊，笑啥了哈？来，你抽到什么签？吉啊，吉呀！还好你是用雅。结婚，首先要有对象，这很乱吗？对啊，他说不要只在乎外貌，我哪有？你没有对，安心啊，没有只在乎外貌，我们懂，对不对？所以结婚要有对象，说得很好哈，就是生孩子也要找到人，对不对？勇敢追爱，我其实如果遇到喜欢的人，然后我觉得是适合的，我不排除会勇敢的告白，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珍惜当下，就是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。如果有喜欢的，就勇敢的去追求，不一定要男生主动。就是我是一个蛮勇敢的人，就是我不会怕失败，我宁愿就是不要当失败者，就是不要当胆小鬼，也不要当一个失败者那种个性，所以我是会主动让对方知道，然后我还会很贴心的准备早餐，每天送给他，让他心动这样子。所以他那时候有心动吗？有成功了。那个签的内容就是说结婚要先有对象啊，对啊，不然呢？对啊，怎么样？那觉得那签是准的吗？你现在的状态？是啊。那他说还有下一句？下一句是说先不要在乎外貌，可是我本身就是不是那么在意外貌的人，我是感觉型的人，所以会希望今年可以脱单。对，那个签。对啊，就是如果有的话也不错啊。明明可以亲帅哥。他有亲我呢。我亲了2个。帅哥，谢谢。我亲了2个。对。那你觉得哪一个赚到比较多？就是生蚝哥当然就是偏老练呐。老练。就是他的稳功比较老练。对啊。但都很开心，因为在剧中角色里面真的跟两方都很揪心，所以每次亲的时候我都真的很珍惜，对，然后很投入，这样大家都很投入。